雙子座會破財，巨蟹座要慢慢嚟，雙魚座小心爛桃花。大家同你揭曉本周星座運勢啦。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。大家好，我係 I。哇，話咁快又完成咗10月啦，真係不知不覺呢2025年就剩翻2個月嘅時間。我相信呢一年其實大家都經歷咗唔少大上大落嘅嘢㗎。亦都應驗咗呢2025年的而且確係一個變化多端嘅年份。可能呢我哋無所適從啦，亦都唔知繼續點樣可以向前行啦。不過唔緊要，阿 I 呢會繼續陪住大家嘅。所以接落嚟2026年阿 I 嘅月曆終於要推出啦。嗱，之前呢都有同大家詢問過有關點樣改善月曆嘅意見啦。咁所以呢，今年我哋嘅月曆呢 upgrade 咗超級多嘅嘢。嗱，一如以往，如果阿 I 有能力嘅範圍之內咧，都好希望盡量可以支持香港嘅手作人。咁所以咧，今年我哋就邀請咗本地嘅策劃師幫我哋製作所有嘅策劃。哇，真係非常之得意，連阿 I 個樣咧都 Q 咗好多。咁希望呢個策劃師嘅風格咧，大家會中意。嗱，另外啦，今年呢亦都希望咧提供更多身心靈嘅支援俾大家。咁所以咧，阿 I 每一個月咧都會俾一啲小鼓勵嘅日子大家。同時啦，今年每個月嘅星座重點阿 I 咧都會加啲解釋俾大家嘅，因為咧等大家知道究竟呢啲重點嘅星座日子嘅關鍵字係啲乜嘢。另外啦，當然唔少得每個月仍然會保留住你哋嘅幸運組合，包括貴人星座啊、小人星座啊、幸運日子等等。而我哋今年咧仍然會保留住2026年所有行星逆行嘅時間表，希望咧每一個星座嘅你哋都會知道咧邊段時間係比較需要注意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訂我哋嘅月曆，就記住喺下邊嘅description box 嗰度了解更多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會提供 early bird 嘅優惠俾大家。咁如果咧大家已經成為咗阿 I 星球嘅會員嘅你，亦都可以用一個超優惠嘅價錢咧去買我哋嘅月曆。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呢個 channel 嘅話咧，阿 I 最主要每一個星期日會同大家分享嗰個星期嘅星座運勢，而且每個月仲會開直播同大家講解月份運勢添，亦都會即時解答大家嘅星座問題，有時仲會同大家開直播心智台做個人占卜添。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撳低下邊嘅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阿 I 嘅最新影片啦。好，我哋先講翻呢10月27號去到11月9號嘅2周星座運勢。首先29號嘅時候呢，水星就會進人馬座噶啦，減輕咗呢水象大三角嘅壓力。嗱，水星進人馬呢，代表住大家個話題咧都會離唔開，例如出國啦、移民啦、轉工啦，希望擺脫而家嘅困境，喺一個新嘅環境啦，又或者咧更加大膽講出自己實現目標嘅時候嘅不安同埋焦慮。同樣啦，11月4號嘅時候，火星亦都會加入我哋嘅人馬座。嗱，水星、火星都係人馬座啦，咁明顯大家要知道啦，2025年要繼續努力向前衝，為咗自己喺2025年初許下嘅目標努力進發。去到7號嘅時候啦，金星咧就會進天蠍座啦，到時大家嘅偏財運咧就會有提升噶啦，買六合彩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哋嘅太陽上升月亮喺天蠍座嘅朋友，恭喜你哋，你哋嘅幸運指數亦都會有所增長。接住8號啦，天王星就會喺金牛座繼續逆行啦。天王星咧終於翻返去金牛座度啦，所以到時咧再一次咧會衝擊成個全球環境嘅經濟體系。咁如果大家有投資嘅話咧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同時咧，大家記住要注意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好好保護自己。而呢2周，我個人覺得最重要，亦都非常之影響大家日常嘅呢，一定係水星停滯期啦。冇錯啦，我哋嘅水逆又翻嚟啦。水星會喺11月中嘅時候逆行，咁所以11月初嘅時候，大家又會感受到嗰個水星停滯期嘅辛苦啦。例如無啦啦好黑仔啦，情緒好低落啦，溝通唔善等等啦，咁所以呢，今次呢就其實係2025年最後一次水逆噶啦，而且呢，水逆嘅時間呢係短咗少少嘅，佢淨係呢集中攻擊成個11月嘅啫。咁希望呢，大家受完呢個水逆嘅最後一波，可以喺12月嘅時候迎接最美好嘅2025年完結。好，我哋先睇下呢未來2個星期個別星座嘅星座運勢先。首先呢，就係過得特別留神嘅星座啦，分別有
金牛、雙子、獅子、水瓶同埋雙魚座嘅，先講金牛座嘅大家先。金牛座嘅朋友呢段時間，你嘅敵人都比較多噶。你嘅敵人呢，唔係淨係單純講緊工作噶，可能亦都講緊你哋嘅另外一半。所以呢段時間呢，你需要花好多嘅時間去磨合，而且呢，火星加埋水星呢，你會 feel 到自己冇乜耐性嘅，好想快啲搞掂佢。咁但係呢，你快得嚟你又需要認真啦。要知道呢，有啲嘢呢係需要時間嘅配合先至可以咧搞得掂嘅，就算你幾唔中意都好啦，你都需要磨合嘅。尤其是咧敵人攻擊你嘅時候咧，都真係火力幾猛噶。呢段時間如果你為咗大局着想，或者希望促成一啲合作，甚至希望咧呢件事做好佢嘅話咧，金牛座就會受啲委屈啦。呢段時間咧就真係要委屈一下自己，聽下佢嘅意見，甚至順住佢嘅意見嗰個勢咧，跟住佢哋做，無論係你嘅另一半定係你嘅工作都係一樣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咧，金牛座有啲委屈㗎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七脈輪嘅手鏈，陽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雙子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破財嘅跡象咧都幾明顯㗎，成日都想買嘢啦，係咪？又或者咧可能因為感情而破財啦，包括就可能係因為想打扮啦、扮靚自己啦、去護膚啦、買護膚品啦等等等等啦。部分嘅雙子咧可能中意賭博啦、投資啦。咁頭先講咗啦，金牛嘅到來咧，天王星嚟到金牛座嘅到來咧，會影響大型嘅經濟體系，咁所以呢段時間咧，可能亦都會有投資嘅蝕錢啦，又或者咧，你會 feel 到自己咧運氣唔係幾好噶，可能咧真係過馬路嘅時候俾人罰票啊，又或者可能行下街嘅時候唔小心打爛人哋啲嘢，搞到要賠償啊等等，咁所以咧破財機會都比較大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天使石，陽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獅子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咧，我會建議獅子座咧就好好管住自己先。唔好太過理成個大環境或者工作或者愛情方面嘅嘢，因為呢段時間咧，獅子座係需要冷靜一下，重整自己內心內部嘅嘢，譬如將屋企整理好啦，將自己睡房整理好啦，將自己內心世界整理好啦，將自己精神嘅內耗嘅問題去整理好，調整好所有嘢先，唔好俾外在嘅非自我嘅因素去影響咗自己。你要知道自己係邊個，希望自己想點做，有啲咩需要改善，透過你嘅整理，未來嘅2個星期你先可以咧有翻啲力量向前進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，就係日月同輝，陽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水瓶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咧控制情緒咧就會係你哋嘅課題啦，因為個情緒咧係非常之影響你哋嘅表現嘅。其實明明咧水瓶座你哋表現可以好好啦，非常之醒目啦，非常之到位啦，咁但係因為你哋嘅情緒管理得唔好咧，就好影響你哋嗰個嘅表現啦。例如可能有啲嘢咧真係唔係好符合你嘅理念啦，咁但係唔符合就唔等於唔需要跟住個制度去做噶嘛。既然制度壓住落嚟啦，既然人哋真係咁諗啦，你就要跟住個勢去做啦。要知道咧，情緒咧唔係淨係單純影響你哋嘅工作噶，甚至咧影響你哋玩樂嘅感受。可能部分嘅水瓶座已經 plan 咗會去玩噶啦，咁但係因為咧你嘅情緒就搞到你玩都玩得唔開心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咧，你需要咧揾到一個平衡點。個平衡點咧就係你有犧牲，但係你有收穫，你有收穫，所以你要犧牲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月光石，陽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雙魚座嘅大家啦，其實呢段時間咧，我唔會話你哋感情運差嘅，咁但係咧你哋係真係容易招到啲爛桃花嘅。個爛桃花咧就係首先第一啦，你可能會嚇親一啲好嘅對象啦，可能你嘅氣勢太強啦，又或者咧你會俾一啲外表非常之俊朗或者美麗嘅外表咧吸引到啦，而上咗岸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哋可能咧內心咧就未必太和善嘅，亦都咧唔係你想象之中咁美好嘅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咧，你要知道究竟點樣去對待愛情先至係啱嘅？有啲嘢咧，你應該係要睇內在，唔係外在啦。有啲嘢咧，唔應該要衝動啦。同埋呢段時間咧，其實雙魚座咧有一種超能力嘅，個超能力咧就係你點樣睇呢個世界，呢個世界就會變成點噶啦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對呢個世界笑，呢個世界都會對你笑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白幽靈，陽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今個星期過得安心嘅星座咧，分別有白羊、
巨蟹、天秤、天蠍同埋人馬座嘅。先講白羊座嘅大家先，白羊座嘅朋友呢段時間呢就非常之特別㗎，愛你嘅人好愛你啦，憎你嘅人好憎你啦，咁所以呢，你要知道呢，你唔係單打獨鬥 ，you are not alone，OK？咁所以呢，你自己呢都有屬於你自己嘅支持一群嘅，可能你嘅同事黨啦，可能你嘅朋友黨啦，可能好似阿 I 咁樣係做 YouTuber 嘅，係有啲 fans 黨啦，唔好太過你憎你嘅人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憎你嘅人係俾到一啲實際好嘅意見你哋要剔。咁但係如果憎你嘅人單純憎你攻擊你嘅話呢，就唔好理咁多啦。你要記住，愛你嘅人一定會幫你嘅，所以呢段時間呢，唔好單打獨鬥，真係唔開心嘅話就講出嚟啦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就係灰藍幽靈，陽指數有3粒星。至於巨蟹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呢，我會建議巨蟹座係慢慢調整你哋嘅步伐。同獅子座一樣嘅，呢段時間呢，你哋需要重新評估究竟而家嘅狀態係點樣啦。要知道呢，過去2個星期我都講過，可能你哋屋企啊，又或者職場方面呢，會有一啲好大型嘅改動而影響到你哋嘅情緒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呢，係時候要調整一下自己嘅表現啦，要有一種呢，要翻嚟啦，回魂啦，唔好淨係掛住衝啦，真係呢，要實實在在個人嘅精神狀態要 tune 到100% 嗰種感覺呢，先至會好啲嘅。另外啦，愛情運方面呢，我會覺得巨蟹座嘅單身愛情運呢係唔錯噶，你可能會吸引到一啲比較幽默啦、活潑啦、開朗啦、中意同你講嘢啦，或者佢好有活力嘅，好中意運動啦、好正面嘅，會同你玩得好開心嘅人等等都有機會嘅。咁啊，希望各位嘅巨蟹座呢可以迎來幸福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，就係利比亞黃韻，陽指數有3粒星。至於天秤座嘅大家啦，上個禮拜就非常之好運係咪？今個禮拜亦都唔算太差嘅，不過呢，差呢就差在同錢方面呢有啲過唔去，會有少破財嘅跡象啦、使錢嘅跡象啦、衝動消費嘅跡象啦，甚至你可能後悔買一啲唔應該買嘅嘢啦，或者呢買咗啲唔好嘅嘢啦，甚至買錯咗嘢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撳購物車係好容易嘅嘢嚟噶嘛，阿 I 成日都發生噶啦，以為自己買咗呢，但係冇買啦，以為自己買啱咗呢，但係買錯咗嘅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呢，使嘅錢都唔少嘅。咁我會建議天秤座呢段時間呢，記住要小心自己使錢嘅支出啦，同埋收入啦，要對於理財啊、數字啊，要在意一啲。只要你在意你嘅錢嘅話，其實咧天秤座咧係會有進帳㗎，而且咧會有升職啦或者加人工運嘅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沙佛石，陽指數有3粒星。至於天蠍座嘅同伴們啦，呢段時間咧你要問清楚究竟你嘅內心準備好未啦？有啲嘢咧可能你未搞掂自己內心內耗嘅狀態，會一直行唔到嘅。要知道咧，有啲嘢咧，我知道你好難為；有啲嘢咧係你嘅深層次嘅秘密；有啲嘢唔係好想面對；有啲嘢咧唔係好想講俾人知。但係有啲嘢咧，如果你唔講嘅話，一直壓住咗嘅話，第一人哋唔明，第二你自己係抒發唔到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天蠍座你揾到自己抒發自己內耗點嘅嘢，咁當然冇問題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已經試咗好耐都未揾到你個抒發點嘅話，不妨將你嘅心聲、你嘅痛苦去話俾人知，因為只有講出嚟、表達出嚟，人哋先明白你點解最近你好似時好時差，最近好似表現又好，表現又差，又或者最近可能表現失常，好似好唔穩定咁樣，大家都唔理解。放心，你只要講咗嘅話，大家會體諒你，會更加愛你，同埋幫助你更多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就係金草莓，陽指數有3粒星。至於人馬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呢，我覺得人馬座係一個幾適合轉工啦、揾工啦，或者係工作方面呢去諗一諗究竟自己想點嘅過程嚟嘅。因為呢段時間呢，其實人馬座之前就可能俾人討厭啦，係咪？但係呢段時間呢，反而有人物嘅資源。只要咧你發放一啲信息出去，我想轉工啊，我想揾工啊，我想轉另一個領域啊，有冇人幫到手嘅話呢，你就會有人去俾啲你需要嘅資訊你啦。又或者如果你本身現有嘅工作，你可能發放一啲信息，我想升職啦，我希望想做啲好啲嘅嘢啦，或者我希望我嘅 job duties 有所改變嘅話咧，你老細咧都會聽到呢啲 message 嘅。咁所以咧，你亦都咧可以講啲條件，尤其是咧可能就你要 pay 數啊，年尾要出花紅啊，咁係時候咧要同老細討論一下你嘅福利啦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金太陽，陽指數有3粒星。至於今個星期
期過得特別輕鬆開心嘅呢，竟然有處女同埋摩羯座嘅。先講處女座嘅大家先，處女座嘅朋友，你好清楚呢，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啦，唔中意啲咩啦，你嘅價值係啲咩啦。呢段時間呢，其實你做嘢嘅 style 呢，人哋會覺得唔錯啦，人哋會覺得你做得幾好嘅，甚至呢會開始認同你嘅能力同埋實力。尤其是如果你係上升處女座嘅話呢，呢段時間呢，你更加需要發揮你哋嘅價值，你呢要將形勢扭轉，將自己有利嘅條件攞出嚟，將自己有利嘅一面呢去立住先，發揮出嚟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呢，對於處女座嚟講，事業會有升職啦，會有加人工啦，甚至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哋嘅財運呢，其實幾唔錯噶。咁我會建議處女座點樣可以加強自己運勢呢？都係一樣嘅，靚啲，打扮好啲，養生，操 fit 自己，做多啲運動，減下肥，開始對於自己身體健康呢有所關注，都會對你嘅運勢好好多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，就係兔毛，人數有4粒星。至於摩羯座嘅大家啦，之前呢就要應酬多啲係咪？要硬食多啲係咪？咁恭喜你哋啦！透過你哋嘅硬食，透過你哋嘅應酬，你哋嘅形象變好啦，事業運都會變好啦，有加分啦。可能事業會收到好消息啦，例如你升職啦、加人工啦，可能出年會接到更加好嘅工作啦、任務啦等等，可能會成為公司嘅大人物啦、重要人才啦、有話語權啦等等，你嘅老細會睇重你啦，會尊重你啦，又或者可能你真係如願以償調去一個你想要嘅單位啦，或者調職啦，甚至可能真係轉到份好嘅工作啦，等等等等。咁我相信呢，對於摩羯座嚟講，事業嘅好運呢係對你哋有好大信心嘅加強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，就係星輝石，人指數有4粒星。如果想買你哋嘅幸運水晶嘅話咧，歡迎嚟到阿 I 嘅 online store iCrystalHK.com 嗰度慢慢揀，又或者咧 PM 阿 I 等阿 I 介紹俾你都得。咁記住落單嘅時候咧，就用影片中嘅 promo code，大家咧會有幸運水晶嘅優惠㗎。好，咁今日嘅本周星座咧就到呢度啦。記住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eye，我哋喺 IG 或者其他影片 YouTube 度再見啦，拜拜。